欢迎看过。请进，请进，请进。哦呀，那这个是你8月份要展出的这个相关的内容。是的，是的，也特别高兴你来能看一下这些作品，都提前看一下。就这个系列呢，是以犍陀罗的艺术为中心，然后往那边扩展，然后前面有扩展到古希腊，后边一到唐宋时期的作品都有啊。所以呢，这里面的这尊是主要是，对，这是对弥勒菩萨。OK， 弥勒佛，未来佛。对对，也有这个对释迦牟尼佛，对，中间的这2幅呢是燃灯佛燃灯佛，对，我们就是头上区的这个佛，对，我们能看到莲花在它的那个头后边的那个光环上，对，这个呢就是也是对，这是释迦牟尼佛，以及是弥勒佛。就是涵盖了过去、现在、未来佛。对。那这些小的也是这是一系列相关的一些项目。对，这些其实是在山东诸城博物馆它的一些藏品这都是菩萨像，在北齐的时候菩萨那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北齐 OK 就是那个朝代北齐 OK 那个时期的这个菩萨，他非常这样一些他的那个璎珞了等这些一些在中国的那个佛教雕塑史上非常美的一些造像。是。那这个你觉得就是跟那个系统上来讲的话，就是跟犍陀罗一样吗？还是不一样？对，就是我们很明显能看到这种传承，作为我画画能感受到但是也是在中国的基础上，它慢慢的雕塑的风格了，也是有一些变化的。对，那肯定。后来的变化就更大了。对的，是的。所以后来就很对这个呢。对，这个是在西安北陵博物馆里边陈列的一个菩萨像，虽然它不完整但是这个就美极了，是美极了。那我觉得这样看的时候，你看的这个就是好像中间是非常非常清楚，对的，它在后面都是有点模糊了是的，这一次是就是那种先空不二。对，你观察的其实非常敏锐实际我画的过程中也是就用一些手法吧，用一些办法来表现一些其实超越物体之外的正是表现这样一些东西。是，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所以呢，就是今天我就是专门来想跟你聊一下这个相关的，我们这个龙松频道想跟你这个聊这些你本身的这些作品，尤其的这次的这个犍陀罗的一些的系列，我觉得从佛法的一个弘扬佛法的这种佛法的角度，当然不是说直接来弘扬佛法，对，但是呢有意义在。更重要的是文化传播反正就是艺术本身的这个价值各方面的，是非常有意义的。是的，非常欢迎你有一个机会来，因为其实在中国的传统过去的艺术雕塑里面，其实最大的体量的就是佛教艺术所以它其实跟这种中国的艺术是息息相关的。今天来是请你来看看，也是向你多多请教。我现在有时候那些华人年轻人交流的时候，我也经常说，你们可以不信佛，因为信佛他们觉得这是一个信仰，这是一个个人的事情，对。但是呢，你们必须要认同佛教其实是在中国文化里面就是一个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对，这就是一个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你们至少有一定的这个了解。是的，这是必须的，是血脉之一。对，血脉之一。我们就是说儒家、道家、佛家，这本来就是这样。对，所以就是从这个角度也好，反正就是现代、当代，尤其是西方人也现在，你看所有的博物馆里面，我们看到的一些东方文化的代表性的作品，对，全部都跟佛教有关系。是的，绝对是的。去那个英国还有美国纽约的那个大同博物馆，全部里面就是亚洲的那些，尤其是中国的，全部都跟大部分都是佛教的文化的相关的艺术品。所以我们就是接下来好好的这个坐下来要聊一下这个细节啊。好，谢谢。那这边呢也是对，就是这个这次的展出内容作品之一。对，实际上你看这2个是同一个素材，同一尊雕塑。是这个雕塑呢，现在在西安的碑林博物馆里面珍藏的。它是我们把它叫圣堂菩萨，也可能是最有代表性的。有人把它叫东方的维纳斯。我这2幅画中间隔了有半年时间吧。也是有半年时间，有一些不同的想法。这个是先画的，后边把它画的更怎么讲一些，就更虚一些，有一些东西出来，有些东西让它完全进去。当然了，
从佛教的角度来讲，这个发展其实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呢？我们这个佛教观修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观想的时候要非常明晰，对，而且真的是有点更越立体、越清晰越好。对。可是呢，到了一定的这个境界，比如说那个菩萨的这个，比如说到清净地的时候，他可能这一切都就是慢慢的会淡化了。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是那种三轮体空。对。二元的分别就是越来越就是已经细化了，没有了，知道吗？所以呢，这是一种发展的过程来讲的话呢，也是可以说是很有意思的。对。当然，也许我相信是你最近的这个艺术作品的角度，你没有想那么多了。对。但是给一些不同的观众能够有一些不同的这方面的一些解读的认识，其实也是一个作品的一个成功的。对，实际上就这些思想。这些包括哲学和思想在绘画方面其实也有很多的指导，能帮助作品做得更完美更好。对，是的，我觉得很有意思。所以这个就是真的是已经是命空不二，就最后这个融入自心的状态。谢谢。对，本来就是这些菩萨。这个呢？对，这个在地上放着呢。这个是一个，就是一个汉白玉做的一个做的一个，也是堪称完美的一个作品。是。对，这个呢，就是也是一样的。对，也是菩萨。对，也是对。对，是。不用把它还在这儿放着，可以。没事，你靠到那儿就行。靠那儿就行。这个好像有手拿的是，应该是。对，是那个冥王。冥王，对，是冥王，应该是冥王，或者有可能是那个文殊菩萨的这个剑看不清楚。对，应该是冥王。是的，因为好多是残像，现在已经不完整，所以今天来也是有些东西想请教一下，都能够明白一些。对。是的。对，这两尊呢也是比较。一个是唐时期的很好的两个，都是在法门寺法门寺现在有个法门寺珍藏的，西安法门寺珍藏的。西安法门寺那个时候就是非常丝绸之路，就是有很多频繁的这种这个印度啊，尤其是在那个时候的，就像那个鸠摩罗什的像啊，对，从那边就是可能有直接就开始有这个，比如说进佛像啊，对这种概念了。现在我们从尼泊尔那边进佛像，是的，当时可能是那个佛像引进到对这个。那个什么法门寺，要这样的。对，还有你知道吗？这个大昭寺的就是本身佛，对，释迦牟尼佛，这个拉萨的大昭寺，对，那个佛是这个文成公主在这个西安，对，从进藏的时候带过去的，但是那个呢，是本身就是从印度菩提迦叶的那个真觉塔里面的佛像。OK， 是这样的，真觉塔现在那个真觉塔，而且这个记录和现在的这个真觉塔的那个里面的结构是非常符合的，因为真觉塔上面有一层那个在最上面的那个有一个地方是空的，对，但就本来就是100年前、1000年前的那个藏人的那些文献记载里面就说，那边就是有一个空的地方，是我们的拉萨的觉罗佛本身在那边。然后呢，把它引进到这个汉地。唐朝的时候，唐朝的那个这个皇帝啊，都是非常信佛嘛。是的。说就是可能是外交的或者什么样的一个条件下，对，他能请到这尊佛不知道啊。对。然后呢，再一次就是文成公主进藏的时候，就带到拉萨了。对，因为到今天在这个藏人的信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对，那真是这个其实。佛教是一个线索，联络了这么多不同的文化交流，一个世界的交流，都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是我们东方人对西方的理解是非常有限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从唐朝到印度，就是已经是一直江西南北啊，跨越了已经江西的啊，所以就是已经整个世界的概念了。是的。所以呢，那个时候的在这个中原的人的心目当中，细听取经，对，所以这个印度就是一个细经。细经，然后那个吐蕃啊，各个这个那个领域的所有都是从佛教的角度来讲，就是用佛法的文化串联在一起。对，是非常有意思。是的，唐朝当时也是一个世界级的大都会。大都会，而且那个唐朝那个时候是佛法非常兴盛。对。而且那个藏地这个松赞干布那边还没有佛法之前，有200年、300年前就已经开始在这个佛法已经在那边兴盛了。对，所以很有意思这段历史。对，藏传佛教就是比汉传佛教就是开始晚于应该是几百年。
所以呢，就很欣赏的状态嘛。对OK，对，这里面空间我平时这些是就平时在这个空间画画的。对画这个都是一些那个比较早期的作品。对，我这个看过几次了啊。对，因为这个作品就是在那个法国那个最好的一本水彩杂志的封面啊，可能就像这个做的封面。那这是这是一些花卉作品。对，这个是一个这个作品呢，就是我获得英国那个水彩大师赛的第1名的作品可以拿起来，这不是可以的，可以拿起来看一看。就这个画2个土著的小孩，是，土著小孩。对，这个是墨尔本的一个朋友收藏的，还没拿走。还有这个这是油画这油画那也是你的吗？哎呀，我的那年我去大堡礁看那个海底那个珊瑚礁回来很有兴趣画了一个这个。还是觉得你真的适合画这个这个我看不懂我跟对，不同的。这个是这个是一个老先生，在澳洲是一个企业家、慈善家，也是一个收藏家。老先生93岁了现在还在，跟中国还有一些。他出生在武汉的使馆区的OK 他是一个很特殊。二战期间生活在那个武汉的10多岁以后就来澳洲了，后来人生就发生很大变化了。还有这个这是一个藏族的姑娘，你看一定有亲切感，有亲切感的。对，我看到这个美丽国家种满了这个当时你在画展里面有这个，你记性很好。对，这是个朋友，一个摄影师。对一个摄影师在悉尼这边，在悉尼的，我记得，好像那个帮着你，我看过那个时候。他应该在当时在现场就帮我们拍东西的。对，所以我都记得。对，这个你也是一定有亲切感的。对，他们是年轻的。对，这里头好多不同的人的头，然后不同的表情。是，对。好的，非常好。好，Justin David， 这是康博你好你好，就是今天我们这个何荣松佛教频道节目里面，就是有机会跟你聊天，关于你自己的这些关于这个画画的作品的部分。对，尤其是我们刚刚进来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8月份展出的一些系列的是的，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对，那现在我想在这里呢，跟你想请教有更多的细节，因为对这些作品有兴趣的人来讲，可能想了解更多的背后的故事。是的，所以这是非常需要的。对，那我首先想跟你这个问的是，就是说你为什么？因为每个人的专业的背景和兴趣和爱好不一样，那个这个兴趣和爱好的背后也有各种不同的一个故事。对，所以对你来讲的话呢，为什么你开始对这个画画有兴趣？好的，那个我先跟还可以加上你稍微的这个自我介绍。就是这样。好的，我首先跟罗宋佛教频道的观众们打一个招呼，大家好啊。很高兴今天也是康博能做客到画室来我们聊一些关于艺术、关于这次展览的一些内容。对于我自己呢，我就是简要介绍一下我其实我出生在一个绘画的一个世家我的外公实际上是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最早的一批中国的毕业于中国的专业艺术学校刘海粟，当时上海艺专的一个毕业生。当时呢，后来我的父亲呢也是我外公的学生，所以对我来说，我有时候用一个词，我别无选择的做了一个画家我从小就受这个我爸给我有专业训练，就像我们西藏的全家人信佛，孩子们也没有什么选择，都有信佛一样。跟你一样，是我们叫童子功对，从小就学习这些对，后来呢，我也是就是顺利的，就是上美院附中西安美术学院，后来读研究生然后但是我当时读研究生的时候是油画专业油画专业
自从11年前我到澳洲以后，实际上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这个水彩画这个方面。那为什么你就是后来就是专门就是这些不用水彩画，而且你为什么这个所有的专注放在水彩上面？这有什么专门上也有一些特别的故事？对，是这样的。实际上我觉得它既偶然也必然也是然后偶然的呢，是因为我刚开始来澳洲画画，其实油画有时候需要比较大的空间，我那时候住的房子比较小，没有大的空间我就尝试开始去画一些水彩，特别是有一个契机是给一个老师一个教中文的一个老师，特别资深的老师，给他画了一本书里边的插图这时候我就开始用了些水彩颜料。后来我发现就是国外的专业水彩颜料非常好，我觉得甚至它能达到很大程度上油画的表现力。所以我就那段时间我就开始把我的注意力转移到水彩方面来。而且越画越有趣，越有趣我越想探索，所以就一转眼这就10年就在水彩方面就走过来了。因为其实我们认识也差不多，也就是已经8年。是的。所以一开始我认识到现在，我也看到你一直在画，我也曾经其实也特别有心要参加一个有意思的一个展览。是的。所以呢，我也知道你这方面其实是非常有成就。但是这个你，尤其是我对你了解，你也不是为了成就而什么特别的一些荣誉等等的一个目标去画。本身你对自己的一个作品画的就是一种，无论是你的家族的一个背景也好，你个人的爱好也好，就是你就是这样全心全意的去画，你的爱和全部的感情就是好像是放在这个上面。对。但是同时呢，当然是有一个艺术自己的一个作品的话，就是获得认可也是一个顾虑。对，那是的。所以呢，就是这方面呢，你就是目前我知道，就是你拿到过很多的国际大奖等等，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对，是的，我觉得就是获得别人的认可或者参加一些国际大赛获得一些认可，这对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人如果在没有激励、没有鼓励的情况下，要一直前行，其实是很难的我觉得我是在画画方面花了很多的时间投入自己很多精力，我也是比较幸运我自己觉得能得到这么多的认可实际上，我觉得人生的其中的有那么几次能够让我更坚定的走专业道路，其实就跟我的这个认可相关其中有一次是我参加美国的国家水彩画协会的展览，那是一个国际性很大的一个展览然后有天晚上到这里之后，在澳洲之后，经过我画过那么几年水彩画以后，然后向全世界去投一些作品。对然后半夜接到一个电话，我们就没有接没有接，不是半夜谁打的电话呢？澳洲人不能半夜，结果第二天第二天又收到了信息那个是美国水彩画协会主席给我发的，他说祝贺你获得了我们就是最高的一个现金奖最高的现金奖那时候就这种激励有让我保持了我觉得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就特别兴奋，我就投入更多的精力去画画，更专注的去画。后来呢，随着这些，我觉得，所以我说我是个幸运人，我这个努力很多都得到了回报后来我也被做了专访，在全球最好的水彩杂志《The Art of Watercolor》给我做过6个月的专访。后来也英国的Watercolor Master 英国水彩大师赛，我也获得过第1名。就是去年你去我去那是他们邀请的一个活动的活动。后来实际上就是我在一些就是很著名的一些国际大赛上都获得过奖这些对我来说他 OK 在澳洲也是得到过本土的在澳洲是参加过澳洲也很多比赛的但实际上我可能更多的这种是在国际上获得的在国际获得的这个，我觉得我对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吧。明白。那因为你这个画的里面也有一些有些人物，主要都是画的，就是我觉得是人物是关系的，对不对？尤其是呢，在这个一些澳洲的一个土著是原住民，或者也有画过一些这个藏人这种对的很原始的那种一些藏族的这个面孔，是的，还有也有画过很多这些Aussie 吧，就是澳洲的这些
不是土著人，对，当地的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些面孔。是的。那些当中呢，你自己最喜欢的你画过的一个面孔，很有意思。如果说实际上我画的人物是形形色色的啊，形形色色的。我原来有一个展览，就叫 identity， 叫身份啊，身份实际上就是全是人物的展览，来回应我在这个多元文化社会的多民族社会里头，就是每个人啊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个标志。这里边如果说对我留下印象比较深的呢，我觉得是一个土著的一个长老，叫 Uncle Max 啊。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刚到澳洲，我们去那个黄金码头那块去溜达，然后就看见有土著人在表演。是啊，在一个现代的城市的有特别传统的土著人的表演，当时对我的那种文化的震撼是相当强烈的。相当强烈的，我就很好亲笔感啊，那种就冲突感太强了啊。然后我说我也很忐忑，他们是会不会很厉害、很凶或者怎么样？我试着跟他们聊了一下，其实很好的友善，很友善的。其实那时候我就认识这个人，就一个长老叫 Uncle Max。啊，他后来我就跟他得到他的许可，画过他的一个大头像啊。那个头像后来也在国际上获得了一个加拿大的比赛，获得了一个第1名。啊，第1名。就这个东西对我之所以对我留的印象比较深啊，一个是因为他在我的绘画水彩事业的刚起始阶段，另外就是这个多文化、多民族跨越的那种现在一些不同的题材。对这个澳洲，我觉得也算他给我打下这个烙印吧。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那除此之外呢，比如说你自己参展或那种参与过的一些这种，目前为止也不可能说是一个一个了，但是主要是在哪一些国家？对，在欧洲也是。除了个展之外的，还有展也有之前也办过一些个展，等等。对，是这样的，就是我自己这次个展应该算第6次个展了。第6次个展，不知道那么多次。对，因为有一些是在悉尼，有些在墨尔本，还有在中国广州啊，在中国。我经常呢，你有参加一些这些活动的时候，我就基本上一看到一定会按赞，不论是在脸书或这个后面，因为我本来是很欣赏。对。但是确实是现在跨节奏，大家都在画，很难非常。认真的关注它的细节了，所以到底是个展还是参展就不知道。对，为什么不知道？就算当时知道也不记得了。对，您说一下这个哪6个？对，我其实这几个展览我大概把它归类一下啊。实际上，展览里边基本上前面的展览主要是都跟人物相关的，或者是肖像的展览。我刚才说的有identity， 还有个叫 Good Mate， 这是澳大利亚的一个打招呼的就在好朋友。对，然后这个也是关于澳大利亚人物的风情的风情的。然后在国内也办过一些展览，是更混合一些的有一些不同的题材的一些综合性的一些展览啊。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最不同的应该就是即将进行的这个展览啊，这是一个我觉得题材比较聚焦，而且我觉得花了很多思考在里边的这样一个展览。那我们就谈到这里了啊。所以呢，就是本身呢，你除了参展，我觉得你是一个个展都已经有6次了，对，已经那个次数好像是从我的角度来讲，已经非常多了。这个次数，尤其是你在这个澳洲呢，其实是相对来讲的话，我们都是这种新移民。对的，是的。其实一切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开始。对，而且10年很长，但是10年非常短。对，这个当中有那么大的成就，而且整个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水彩的和那个油画的那些根本上的你的一个改变，然后再加上有这么大的一个成就，加上呢你自己就是办了那么多的一个展，对，那是就是一个真的是非常难想象的一个成绩了。谢谢。但是最主要是就是我们刚刚一进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主要是这些加多罗这个佛像的这个主题的这个画展。对。那我知道你也非常重视这次的这个你自己的这个个展。对，是的。再加上你刚刚跟我说，已经整整一年的时间了，就是专注整整的了。对。那让我想起了，比如说我们佛教里面有个叫闭关，对，闭关是很
严肃的事情，也是很神奇的一个事情，对，也是很殊胜的一个事情。对，但实际上闭关也是说白了，也就是在你自己在一个空间里面非常专注的做一个佛法和生命有意义的一个事情，对，叫做闭关。对对，集中精力的去专心做一个事情。所以我想你呢，就是某种程度上是就是你的画画的闭关，对，一定的闭关，对。所以呢，我现在想就是为什么你想画这个加多罗这个系列的？对，这个缘起。对，这是很有意思一个事情啊，就是我稍微把它延展一点啊。实际上，我此前做过3段，就包括现在其实大的有3段工作，有10年时间我做大学老师，有11、12年时间我做在媒体里边工作啊，负责媒体的工作，然后后来的11年我在画画。实际上，我觉得特别是我的第2个工作啊，媒体的工作实际也都是这次展览汇聚在一块儿的一个原因之一啊。因为在媒体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比较年轻，31岁进去的，那时候什么时候都觉得很好，什么都很美，把世界看得非常的光亮。到媒体以后，其实接触到好多事情啊，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各种有时候有些很痛苦的循环，就这些东西慢慢的，我觉得让我变得丰富一些了。是啊，慢慢的把我从一个入世就是涉世不多的一个少年，慢慢开始让我思考一些人生更多的一些东西，包括后来的澳洲画了这么多不同的肖像画，实际上也是我对人性的丰富性、对人背后的东西的一个探索，或者是我希望去了解更多的东西，就关于人精神层面上的一些东西。对，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一个铺垫，是一个铺垫。然后我们画现在这一个系列的，我觉得也有一些契机吧。有一些契机跟原因，我觉得我们可以分2块，一个是就是实际上就疫情期间有一个新闻，就美国从阿富汗撤军，这个是让我吸引到，我说阿富汗这个地方以前好像了解不那么多，然后我又看到我说阿富汗一个新闻就是18年大河被炸掉了，被塔利班而且是在2004年那年一个现代社会被炸掉，我就觉得特别的震撼，这是一种文化震撼。我说竟然有人对一个人类的文化遗产干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就吸引到我去刚表现一些，偶尔的去画一些箭头罗，表现一些这样的题材这是一个线索。另外还有一个，实际上我觉得对我人生也是多少有冲击的。然后其实就是在疫情期间有几年没回家，其实当我看到我妈的身体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她已经从我原来印象中我就是一个鲜活的妈变成了一个就是一个甚至现在到目前来说都认不出我是变成这样一个状态了，也对我是一个冲击。其实我思考了很多关于其实生命就是生命跟生命的问题，跟生命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来说真正的好像有点像一个成人礼成人礼。虽然可能到澳洲来也都50岁以前，我一直都觉得自己像个小孩，特别在家人的面前或者我觉得一直觉得自己其实挺充满能量的但是看到这以后，我其实有好多就是人的思考，就所有这些东西加起来，我就开始，实际上我也变得比以前没那么变得沉默一些了，我觉得沉默一些，我开始就是画一些东西。后来另外一个契机呢是策展人，澳洲一个著名的策展人，以及一个艺术评论家 Nicholas， 他来到我画室看我画的时候，他在所有的画中间，他就看到了几个箭头罗的相关的。他说这个写的非常好然后那天我们大概聊了4、5个小时一个4、5个小时聊很多内容实际上到这次展览的现在的成型期间，他就是中石化的教师吗？还是什么？他是悉尼大学的教授。对现在他是策展人是我的策展人而且他是一个理论评论家我们就聊过很多东西，聊得很宽泛，有时候聊到他也很喜欢哲学，聊到中国的佛教，甚至聊到量子物理，聊各种东西其实然后最后我们说，其实万事归根，归到哲学，艺术的尽头也是哲学，所以就这些东西对我来说，这1年多其实也是一个思想的一个历练吧，一个转变吧，所以我后来就把这些东西去扩大，然后自己去
去做一些研究啊，然后大概这个作品形成的一个轨迹就是这样的。是，因为其实你看这边也有画其他的作品看到的，就是你以前画的面孔是非常栩栩如生的那种，非常有画面感，非常投入各种那种他自己这个岁月累积的那个内在的各种丰富的这个经验，好像是这个散发出来的。对对。但是呢，都不是那么悲观的，都是很有正能量的。确实，你画的都是这样的，很阳光的一个现象。这是我个人的。对，是，但是除此之外呢，你专门画犍陀罗的时候，那个和佛法是离不开的。对，没错，是吧？对。所以呢，第一个呢，不是一个独立性的一个个体的一个，而且是一系列的一个内容。做一个主题，然后颜色不一样的一个表，那个展现出来是，对，会有难度。再加上呢，我想本身代表着一个佛法的哲学，对和理念，没错。所以它不是只是一个表面上的一个画的好画而已，它可能要这个能提供一些更多的这个一些价值了。没错。所以这方面呢，你就是做了什么样的一个准备？对，实际上我觉得。对，因为咱们认识多年，我觉得你好多观察实际上你都看的是比较细的。以前我画，很多东西就是就栩栩如生吧，就是这种有的大家不同的也描述都是生活中很鲜活的东西。对，但实际上我最近一些时间在画画的，实际越具体的东西其实越局限。OK， 越具体的东西越局限，然后有些东西我们看好像是把它画的比较叫什么，就是概念化的，或者把它总结起来的话，这些画后边的空间其实更大，能代表的东西是更多所以在画这个的过程中，其实我在边画也是在边思索一些东西因为我觉得可能也跟每个人的那个就学习过程或者是跟这些都相关的。我记得在上大学的时候学习有一个画家叫夏凡纳的时候，那是一个欧洲的法国的一个画家，我忽然间就被他画里边一些东西吸引了。他的画不是像印象派那样色彩斑斓的，他画颜色怪怪的、灰灰的，但是它有一种就是永恒感，它里边没有时间，感受不到时间，感受不到时间这个东西，就感觉就是有永恒的感觉。对。所以在画这些画的时候，我也是尽量去体验一些东西，尽量去把一些我们觉得比较具体的东西，比较能标志着时间、标志空间，或者是相关于表面的那些东西，我把它尽量去拿掉，让它尽量去纯粹化，也是更简单化就是这样，它可能蕴含的东西会更多一些。是，所以呢，那个时候你遇到的挑战，比如说，尤其是这个系列一个一个画的话，对一些个体的其他的一些不一样的挑战，最主要的。对，这个是这很有意思的话题这个实际上，刚开始画的时候就画1-2张，我没有想到会把它画成怎么样，能扩成怎么样，一点都没有预期的。其实就是在画的过程中，画的过程中，另外其实也是在一个学习的过程中嘛，是的就学习的过程中。其实这里边有相关的文化、相关的历史、相关的佛学，以及实际上历史文化其实就是人类的一个人文对人文这样的一个东西。就在这种过程中，我慢慢的其实顺其自然的画到现在。以前感觉好多就是可能要做选择的东西，随着你进行慢慢的自然就理清了。这也是就是顺其自然这是这个因缘就是具足了。以佛法的概念来讲的话，你就是这样的一个开始的时候，慢慢发挥了他自己这个自然，就是一个结果自然者。对，很喜欢这个用。是的，在达摩祖师的一个这个达摩寻脉论里面说，结果自然成。是的，就是瓜熟蒂落，有时候那我现在想问的是，比如说，在一部佛经叫《般若释颂》。释就是实验室的释，就是寄送的送，是送。释迦牟尼佛举了一个例子，跟反正讲法的过程当中，他用了一个比喻，
比如说你有学习波罗蜜，波罗蜜有6个波罗蜜，对，你学了5个波罗蜜，嗯，但第6个波罗蜜叫智慧波罗蜜，对你缺少了智慧波罗蜜，对前面5个都没办法起到真正作用。对，他用这个要讲的是这个，嗯但是他用一个比喻，他说，如果一个人画一个这个人，叫什么肖像？肖像，肖像，对对对，现在画就是肖像，没错，肖像，他画了肖像，你还没画了肖像，但是没画眼睛，现在我们藏语的说法就是偷看啊，对对对，你画了一个佛像，但是没有画了他的眼睛的话呢，你得不到你的酬劳，对，一样的，就是你学了6波罗蜜、5波罗蜜，但没有学这个，没有记住这个第6波罗蜜，对，就是起不到作用，最核心的东西是吗？这是一个其实比较一个比较传统的或者一个普遍的一个概念。对对，但是呢，您画的东西呢，有没有眼睛好像不是很重要，有没有真正的一些手啊、脚啊，整个一个人的形象是不是完全完整？因为本身现在讲究里的现在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占主的东西都是这样的，对，残缺的一个状态，对，说难听，对。那你这个作为题材的时候，你有没有担心过我没办法展现它的魅力和价值？对，实际上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在这个？对，让你有信心。对，其实很感谢你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既是你给我的问题，也是我想问你这个问题。可以啊，可以，跟你分享我的看法。对，想了解你自己的这个方面的一个人。对，实际上嘛，我刚才画这系列的时候也，我自己这样想过一些，也很多人都想说，哎呦，你画这些为什么不画一些漂亮的，不画一些完整的？是不画一些那种就是传统意义上大家心里觉得那种美的东西。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啊，实际上我可能没有从特别高的一个角度上去理解它，我只是从因为画画，我尽量想收集一些心理的，就是比较直觉的东西从直觉上我的感受，其实很多东西是残缺的但是那种残缺带来的那种美感、冲击力以及对人留的印象，我觉得远比可能是那些甜美的东西要深刻的多。这是我从我本身我直觉的角度所以我自己直觉我选择它，我就去做它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也不想去就是怎么讲，就是听取大家过多的大家那种比较通俗一些的看法。是对，所以我知道所以我当时起了个名字叫残缺语言嘛。实际但是我对这个名字理解的，我觉得也是相对比较可能从我自己直观的角度刚才讲的我也想就是想提醒你，就是从更大的一个角度是残缺语言嘛，是一个怎么样一个对，你说对，其实这个我也想过这个事情，但是呢，第一个我的直觉，我第一眼看到你的作品的时候，我是对佛法是非常执着的。对，是的。如果一些人在我那边看到有一些，不是因为你在我的前面，所以不是这样的说这个看到你的人，那个时候我对我们是说好吧，完全不是这个我看到一些尼泊尔的有一些参加画的，有一些呢，因为为了这个，就是这个卖给那个观光的这个旅游的人，对，随便画的不正确的，我看到的时候非常难受。对，这是非常微妙的。虽然画有严谨画，但是画的我知道是很随便，没有用心就是为了这种很商业化的时候，对，我是非常不认同而且感受也非常不好。对，可是您画的这些，我看到是没有，就是画的不是传统的那种唐卡的样子，但是感受上的就是非常完美的一个形象。对，为什么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跟艺术的本身就是有关系。因为佛教其实释迦牟尼佛的佛法本身是一个离不开艺术的一个存在。因为佛法里面有叫顿三无、净土三无，就是义善慈善，或者义灭慈灭，就是用词也灭，内容也灭。
对文明，两个都是有文明。对，尤其是呢，就像藏传佛教的这个曼陀罗啊，各种都是一种表法，佛教的用语，表法表示这个表示的表法，对，表法。所以呢，其实它是无所不在。还有我跟你说一个事情是，我先给你2个例子，一个是比如说那个有一个叫金刚玉器木，金刚玉器木有一个画像是它没有头，对，它的头是有的，但是在哪里？在他的手上，不在他的脖子上。对，真的是这样的。在藏传佛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本尊叫帕木，我记得吗？就是这样的。对，所以呢，这个瓦杰瓦尔黑那个他的发现就是这样的。为什么？它是一个表象，它要告诉一个道理，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像的存在。另外一个呢，是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死亡是很低级的，不好。对，我们就是希望看到听到。但是释迦牟尼佛的涅槃，在佛教里面这原籍是就是佛陀对这个众生最好的、最深刻、最殊胜的开示了，教法了。对，又是一个积极的意义。对，积极意义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谈论观也好，那种就是好像看似就是不残缺、看似不完美的那种像的这个佛陀的出现，其实它还有各种各样的无常的代表。还有本质上，就是它这样的一个现象出现的时候，也许更能利益众生。为什么呢？它很传统的一个堂口的话，也许不一定所有人能接触，也许不一所有人都愿意花，所有人都可能会在阿富汗就是反而会炸掉。如果本来在阿富汗的那个是一个残缺的话，可能会那些阿富汗的那个他们在那个时候也许不会继续去炸，知道吗？这有时候它有它的一个存在的意义。对，所以呢，这个佛法是其实是非常包容的。对，他在乎的是什么呢？他所传达的内容和实际产生的作用，并不是说是他只是要这个有没有受教。对，这是有一个一只眼睛，还是2个眼睛？一个叫一级风，有一个眼睛。对，就是刚刚我们看的那个里面的这个两个升堂菩萨，唐朝的菩萨，唐朝的菩萨对吧？这个唐朝的菩萨呢，就是你说这一年当中的鲜花，对的，鲜花的当然是就是它的这个中间的本身的它的身体的部位都是非常具体的，然后第二个时候呢，它就是越来越模糊了。我就是觉得这种画的时候呢，其实它能更能清楚的表达这种佛法所讲的这个缘起性空，或者这个先空不二。对，我们说是不二空，空本是四即是空，空其实是本来就是我们常讲的一个理论。对的。所以呢，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是就是当然是希望更多人了解佛法，认识佛法，因为佛法是一个智慧，佛法是一个传统文化，佛法是一个生命当中有用的一个东西，这么简单。所以呢，当然你呢用艺术的角度，你自己的那种方式去传达的时候，就是实际上也就是有意和无意之间能传达到佛法的智慧和传统的文化的，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好。所以再次觉得能不能比方说我们一起聊一下啊，就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我基本上这没有一个正面的认知和认可的话，我也不会来这里跟这些东西，对吧？也是各做各的事情，这样的。所以呢，这是我的看法。对，谢谢。所以呢，所以我想你自己现在这个就快要展出了，所以呢，这个展出的过程当中，你就是还有，实际上我觉得，有很多，就是画的这个过程中啊，有很多学习，有很多学习，很多了解，有关佛教方面，有关这个哲学了、文化了，甚至人类史的这方面的啊。有很多，然后其中有一些说法啊，就是我自己觉得有意思，但是不一定啊。我就想听听你的，从你一个专业的，就是对佛教很有研究的人啊，这里边听到一些，就是有人讲到说犍陀罗那个是就是那个大乘佛教就是兴起的时候，是菩萨信仰兴起的时候，就这些，我就想听听你对这方面的一些。这个方面呢，我觉得是第一个是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主流的现在的历史学家一个说法，
还有佛教徒或者这个佛教传承本身的说法，这个要分开去看。对，那大乘形成的时期，就是犍陀罗的那个画像存在的那个时期以后，就是我们经常这个佛教历史当中说是佛陀圆寂后500年后，也就是龙树菩萨的时期，对，差不多那个时代，开始那个有很多的记载，比如说一个西藏非常著名的叫达拉纳塔多罗诺多尊者，还有印度佛教史查写的，他也是几百年前写的，所以那个当中都有记到，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圆寂之后的几百年，其实是大乘佛教是不是一个主流的一个信仰，甚至很多人不知道，对，但是龙树菩萨开始就是知道的，所以呢，那个时候开始就是有了这个大量的菩萨像，对，但是呢，我从佛教就像这个小乘佛教也好，我们说的南传佛教的本身的经典里面一个叫阿毗达摩，对，那个阿毗达摩的里面要讲到菩萨，为什么呢？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前的3大阿僧祇劫的修行的过程是，这是无论是大乘小乘、菩萨乘，什么都是共同承认的一个概念。所以呢，这个里面本身菩萨的概念是这个更早就有了对，但是有很专业来讲的话呢，有菩萨不一定有菩萨乘。菩萨乘这个概念就应该说是大乘佛教的整个的一个宗教的佛法的一个体系。对，这个体系真正的在人间运行的时间呢，应该说是龙树菩萨的那个年代，完全是这个佛陀圆寂之后的几百年后才开始有的。对。但是这个源头虽然是这个龙树菩萨时期开始形成的，但是大乘认为这个佛经本身就是释迦牟尼佛亲口传的，所以其实这一直就有了。对，就像藏传佛教里面有一个叫伏藏法一样，它也有一点像一段时间在隐藏在一个地方，所以就是没有很公开的。对，后来就慢慢公开了，公开化了，就是这样一个概念。对，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重点是什么呢？有一个释迦牟尼佛的本生传里面，有一个释迦牟尼佛的一个相关的故事，有一个女子，然后她很想见释迦牟尼佛，然后就是因为距离太远了，就是没办法见到他。所以呢，释迦牟尼佛要求一个画家，这个直接在那边，就是你，就是指定，只看着我，就是画一个我的像，就是一个小像，跟我一模一样的，我要送给那个女孩子，我真的寄出去了。然后就是他呢供奉这个佛像，然后就是就是供在他的佛堂上，然后就是祈祷释迦牟尼佛。也许是佛教的起源，有这样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呢，不但是在佛经里面，后来印度的一个国王，他专门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诗集呢，他专门就是用释迦牟尼佛的108个不同的故事来撰写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诗集，他自己写诗集，那个诗集的有108个章节，其中一个章节就是这个故事，就是专门就是那个唐卡的故事，也就是这个画像的故事，它的内容，而且这个呢也翻译成就是一个88的时期，也就是元朝的时候，就是从印度翻译成藏王的，现在有藏王的大观经里面都有，这个论点。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必须要从佛教的说法是，应该是释迦牟尼佛的实际都要有这个画像，其实也是没有太大的理由不能有这个画像。对，这个很有意思。这其实是我刚才想也是想问你的另外一个问题啊。你刚从这个就是你刚说一个女的一个信徒让那个释迦牟尼画像，我刚想到就是因为就是如果说是看历史书或者看怎么样的，都认为就是就我们把它叫500年或者怎么样，说是没有佛的一个形象的啊。后来就是形象有了形象以后，这形象在这个佛教传播中，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别的意义呢？如果没有的话，这个意义特别大。因为呢，而且佛教的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佛的这个概念，本来就是非常哲学的一个概念。为什么呢？佛呢，就是有法身、报身、化身四身，或者是法身四身，有2个颜色的身。
还有另外一个概念呢，就是比如说《金刚经》里面说的，什么是真正的佛？是你看到的那个不是最究竟的佛，究竟的佛是就是那个空性智慧但是呢，这个化身的意思是什么呢？这种空性智慧和慈悲的力量转化为一个现象的东西，来出现，以这个出现利益众生，或者帮助到其他人，所以呢，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佛的化身，所以呢，这是佛教的概念。所以从佛教的概念来讲的话呢，就是化那个叫什么？佛陀的这种画像雕塑，非常就是传播佛法上来讲的话呢，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而且呢，本来就是说禅定的时候我们要观修释迦牟尼佛的话，要观想。对，我们观想不出来啊。对，所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唐卡放在前面，你就是专注在那个唐卡的时候，这是一种禅定训练和这个金刚乘的身体自体的教学的训练的过程当中，都是必要的一个工具。对。那一般来讲的话呢，我们去拜佛的时候，看到佛像，其实拜的不是那个金属，对，是那个唐卡，那个背后的意义。但是通过那个唐卡去了解它的精神。是的，所以就是这种一种媒介的作用。对，是的，这是非常明显。这个实际上就是我画的过程中也会想到这种问题。其实跟任何就是跟你任何，比如说你写文章描述一个东西，跟你画表现一个东西一样，实际上在你把它弄出来的同时，创造出来的同时，它就产生局限了。对实际上你要想的要考虑的是背后的东西，所代表的东西。对，我觉得有时候是其他宗教，比如说不能画画是佛陀说可以画各种画像，其实是有时候这是更大的一个方法上，佛教是非常开放的。对。比如说曾经我跟高僧就有一个对谈，那个时候荣波就说你这个频道的名字叫荣颂频道，荣就说你取名非常好，为什么呢？你现在这个荣颂频道，那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荣颂，对。但是你听到这个名字，他们会好奇，开始会查，什么是荣颂吧，然后就开始去愿意去，可能会有一天他突然想了解这个名字的背后的意思，它也是个由头。对，所以呢，你看那个这种佛像画出来，一开始就它是一个艺术品，对，它就是这样，但是慢慢去了解什么是犍陀罗的佛像，那什么是佛，对，所以慢慢可能会直接以后间接，他们就能了解到更多的佛法。对，实际我画的这个过程也是受了一个艺术品的吸引，然后去慢慢去研究它，去了解它。也是一个案例。是的。所以现在我们在藏地，比如说唐卡的艺术唐卡的文化，格萨王的文化，表面上它是一个民间的一个文化，但是通过这个文化也可以传达很多的佛法，所以其实这个本身佛法也离不开。对，是，所以呢，你还有其他什么相关问题？因为我问了很多问题。对，其实怎么讲？实际上，作为对一个文化的了解和学习过程呢，其实也是有时候会碰到好多问题的有的问题随着你往下再了解，它自己就消失了。对，有一些就会在脑子占的时间会长一些会长一些。那我现在最后一个问题应该是最后，所以就是你这次这个展出的这个内容，然后展出或者你完成之后的，就是最大的心愿，一个期待是其实我曾经觉得就是曾经觉得人是很有计划的但是有时候我觉得可能还会有一些契机你会做一些不同的事情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你当前的事情，专注把你当前的事情做好，可能这个事情做下来的结果或者它的影响就会把你带到另外一个方向去了。我觉得对自己来说，就是不变的呢，就是保持一个就是
或者叫好奇，或者叫虚心，去多了解东西，多去学习实践啊。我觉得这样就对我自己来说就是有意义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也是非常认同的，因为呢，经常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这个过程要非常专注，过程是真正的享受，对对，过程非常负责任的，这个魔鬼藏在细节里，对，喜欢要这个，对，那这个细节我们做到之后呢，其实结果自然成，自然瓜熟蒂落。再也，如果你这个过程中没有很用心和没有很专注和没有很到位的话，你就是有再多期待也没有用，是的，不切实际的啊，对的，什么样的因有什么样的果啊，所以这个是我非常认同的。对，在这个除此之外，你有没有想表达什么？我们这个通过放送频道的，就是经常关注和喜爱你的作品的人，对所有的关注。对，谢谢。我想就借这个机会给大家分享一点想法啊。我是觉得就是，就每个人都是，其实我们都生活在文化里头啊，而且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具体的文化里头，是离不开的。就是我们如果把单纯的移植到另外一个地方，也许会死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我们生长的中国的文化里头，真的包含很多的东西啊。然后佛教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对啊，就是中国的有无数的成语都是从佛教里边来的。其实我就受震撼于的，也是我原来最初我了解一些关于时间、关于空间的概念，佛教里边有特别大的描述，做数学做物理都觉得花一镜的啊。是的，所有这些东西就让我觉得，其实作为一个中国人，有时候我对我们的传统了解的是不够，是很少的啊。所以我也希望，就大家如果有机会啊，去更多的去了解中国文化，包括了解就是佛教，其这相关的东西，真的是非常丰厚的，也对我们很滋养。真的是，所以呢，我也借助你的话，就是我也其实经常跟华人朋友，就是大家一起聊天的时候。他们以为是佛教就是佛教就是一个信仰，但是我跟你的些年轻人说是，你可以不信佛，因为你可以认为信仰是一个个人的事情。但是呢，这个佛教呢，在这个中国文化里面，儒家、道家、佛家，我们说是这个三个这个文化的一个好像是一个脉络。对，在这个当中的佛教是真的是在这个我们这个《般若心经》也好，《金刚经》也好，《维摩诘经》也好。无数个弥勒佛像也好，达摩祖师也好，对吧？少林文化也好，所有的包括建筑这个敦煌文化也好，我们去这个西方的任何的这个大中博物馆啊，所有的这些里面看到的时候，所有的这些文化文物都是离不开，就是某种程度上，一大程度上就是跟佛教有相关。是的，而且这个当中的佛是非常伟大的这些历史的人物，太监家也好，这个各种各样世界级的这些人物当中，有老子也好。以前的玄奘也好，很多的这个世界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会呢，都是其实是佛教的，还有茶文化，反正一些很多的这些西域的都有跟佛法相关的存在。对，所以呢，就是它是一个传统文化。对，所以这一点呢，就是是它影响到中国。实际上，就我了解一段历史啊，就是美国的那个现代主义，波洛克，那都是现在非常非常美国有名的那个。现代画家，他实际上都是受到禅宗，受到禅宗影响的。OK 啊，是包括一些当代的美国当时在世界上最前卫的当代的音乐家都是相关的，所以这种滋养真的是。就这个我们谈到，其实今天谈不完。比如说，我当时翻译《六祖坛经》，那时候我看了很多禅宗的一些书籍嘛，我发现美国呢非常流行禅宗，但是美国的禅宗是日本从日本。的禅宗带到美国，在美国开始弘扬这个整个美国人或者这个美国社会就受很大的关注。对，但是日本的 Zen 也是中国的禅宗，对的，这是一个名字不一样，同一个脉络，原型就是从中原在这个传到日本的嘛。对。还有呢，就像扎古斯啊，很多的这些他们就是他是佛教徒，其实基于是他是修 Zen 或禅宗的，所以呢，很多的这些实际上关注的很多的这个点都是。反而呢，我们问到的这些年轻人，他们自己不知道，这是比较可惜。对，有一些社会的原因。谢谢你的这个，非常非常高兴。